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最近係咪俾一啲守則、規則或者一啲社會上面嘅框架限制咗你嘅行動呢？似乎你因為呢啲守則而阻礙咗自己做選擇嘅可能性，所以阻擋咗你接收幸福嘅能量啊！不妨去察覺呢啲框架，然後去打破佢，甚至乎嘗試同呢啲框架共存，你會發現你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嘅選擇㗎。所以行動，為自己着想，呢個大前提對現在嘅你嚟講係好重要啊！今日可以多啲留意白色嘅光，同埋飲一啲可以滋潤自己、對身體有幫助嘅補給品同飲料，亦都可以留意數字6帶俾你生活中好容易得到嘅豐盛，你就會發現唔需要為咗外在嘅規則去改變，唔需要去迎合，都可以做到最舒服嘅自己㗎。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